那袂记记咯。袂啦，记毋得，我来记毋得，记得，像你讲遐。记毋得这题目嘛，我互你问着，无讲真实就是安尼啦。要紧，我先来录开头。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来，大家好，我是阿迪。嗨，大家好，我是龙，出关了。迄2礼拜啊，出关吼，迄2礼拜拄好，本来伫要录音进前，都必须爱闭关。囧，对，是有心啊，对人济，对啊，所以这足普遍的咧，所以就开始早晚得呀得，倒不如就紧日家得一得。当然会使嘛是上好啦，但是这较时单都嘛无奇怪啦，安尼讲较简单啦吼。世界拢是哦。对，有着奖了后有啥物款的感受无？心里较安定啦，免点要错，我当时会着啊。规气着咧，我逐个吼拢是好朋友啦。你迄就是敢若讲若惊无小心拄久吼，免预防拄久，就是困去你都袂拄久啊。同款的意思，拄久就是打瞌睡啦。都无水，就是我今日去找朋友嘛，是安尼讲。我今日吼，若无着，伊也无着，阮都袂相吹。大家拢以防万一就对啊，但拢无差，大家拢对啊。阮嘛拢无讲全部啦，只不过是阮较有伫接受的，就讲。你吼无对，我嘛拢毋敢去恁兜，我拢敢就对啊。当都若方便都无要紧啊，都做伙开讲啊。大家拢差不多啊啦，袂迄个久笑比无尾啊。啦无啦，佮加足侪朋友呢，真诶啦，因为你甲我共款啊，你也免哄我也免甲你对，较贵气就对啊。啦，真诶其实我是即个感觉讲好啊，大家拢对啊。当然啦，嘛是提醒大家讲，若真正你无对嘛，无需要挑工去迄落啦。有啦，迄是要讲笑啦。安全较嘛是加减注意啦，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形无共款，毋知你的身体情形啥款。有一丝后遗症。有的人可能后遗症吼，有的人是讲可能无一定较轻，毋是每一个人拢足轻的。我家己是可能平常时有伫运动，我是3工就好啊，应该少年嘛，较少年嘛有关系，体力较好啦。其实真侪人，我知影我拄过真侪人是结束了，当然验袂出来啊，但是呢，定定还佫伫扫。吹着风啦，吹着冷气啊，都扫袂停我家己是完全无感觉。有啦，真正嘛是看人。今日我就一个就是去摕中药，就小后壁小扫扫好啦，你甲摕一个补一个嘛好。有诶，就是后壁后续佫会去看一下医生吼。可能做一寡调理啦，对啦，即嘛嘛是有迄落专门看迄落确诊后诶。你若无方便，其实嘛有啥物叫做视讯啥？视讯看诊。视讯的，或者是你若要照念啦，你若台语照念就是信号的信，是毋是？不要紧啦，反正就是大家拢听有啦。好来，咱顶摆有讲到即个咱拄好顶一集，顶一集应该2礼拜前啊，是即个。有做道节，对无？等于讲拄好满1周年。对啦，5月30。对嘛有一寡朋友拢甲咱祝福有一个传信息来互我啦，老话甚至有人赞助，这拢是真感谢。多车，毋是多车，你多车，多车，这是客语还是客语？毋是 ceremony 按子说？拢可以啦，迄嘛。它有分北的哈，北四线、南四线一般有说够分的对吧？有说是北四关的，
同款啦，你比较我去甲比过吼，南四县的比较较活台语。咱先来念一个即个听众朋友的咱的老话好哦，听看一个。嘿，咱的即个阿稳之前我伫办即个现场的 podcast 的时阵嘛，有来做伙耍吼，伫嘛真少年的一个吼，是，伊有老话讲即个愈来愈介意听这个说洪志的即个台语 podcast，感谢你。嘛希望讲听友会使愈来愈多，节目愈来愈精彩吼，后边佫继续机会，甲来讲想要听什么款的故事，这个是阿稳的老话，好，佫另外一位是即个伊无写家己叫做什么名啦，吼，敢若写忠实听众，伊敢若写4字尔就简单，因为伊是挂金额来的，是甲即个钱囥做伙的意思吼，就是赞助啦，赞助时嘛会使留话，伊就敢若写4字叫做多谢礼金，真感恩哦，真感谢，真感谢咱的即个好朋友，咱的听众朋友，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恁的支持甲鼓励，阮会更较拍拼，更较用功，更较骨力。是，咱顶一集伫讲啥了过去了，过2礼拜了。我有脑雾咧。袂记得啊，脑雾你嘛知影。什么话啦？你莫甲我当做我真是无头脑，无法度甲你对话，我甲你讲。毋是脑雾啦，害我去讲遐，毋是讲遐去啦。咱顶届是讲即个妈祖新炸弹。我想起来了，我的群有天开你无看到吗？对，天开。我碰穿家去外开，你看要神呢。嘿，但是主要是你的即个麦克较现在憋起，你可能爱较日子叔啊，可能简单。久掠无迄个，掠无迄个记忆的可能，因为即马可能吼，迄2礼拜了，声扫，等到声扫佫较好安尼，佫较大声，佫较10呀，真佫较10就是足充足的感觉啦，吼，就10。无啦，因为最近咯，歌真较袂讲着话，有伫唱歌吼，等到伫唱歌，无所在去规去唱歌，有啦，去行路尔啦，对啦，因为你出关嘛一段时间啦，其实，有几礼拜去啊啦。OK 的，咱来讲一个，补充一个，咱顶届讲即个顶一集的物件，吼，讲妈祖新炸弹。现在补充其实嘛是，拄好网络顶悬嘛有即个可能有其他朋友听到，还是看到了有互咱一寡指教，一寡建议。那其实即个物件我之前嘛有看到，我之前伫做功课时嘛知影，但是因为等下面来解说了，就知讲啥那我无放伫顶一集的内容来甲大家补充。其实之前我当讲咱之前做功课的时阵呢，我对顶一集的即个团岁故事，伫看团岁故事以外，其实嘛有看到讲后来对屏东当时的空袭的一寡研究，包含着对过去流传的讲法一寡验证，就讲是毋是甲当地人过去的讲法同款，事实是毋是安尼？可能有一寡讲法其实是有精差哦，就是当地人安尼讲，无一定代表事实是安尼。可能基地嘛会乱去，有当时愈来愈侪故事，愈来愈侪风声伫内底，这正常的，嘿，对。但是故事就是安尼嘛，因为伊牵涉的这个立场、信仰，信仰的信仰啊，信用也可以，但依然听会讲信仰。我是讲信用，我知影。人甲人之间的流传，咱讲假话会假，假钱会减，对吧？所以咧后代咧嘛有真侪研究，才有研究伫调查讲这故事内底到底倒有影甲事实是有出入的，是确实有这件代志。安尼这个听众朋友真该感谢，伊足用心伫甲你掠包，咱莫讲掠包啦，其实嘛毋是讲掠包啦，我当时习惯就知影这个物件啦，吼，人有研究啦，对，我感谢伊的真感谢啦，你莫生气甲你讲算的啦。但是安怎讲，我嘛是会先甲大家讲这个风声的版本，就咱顶一集的内容咧。因为我是认为安尼啦，民间的传说，这传说虽然无一定才符合事实。对啦，但是这讲法有伊的缘由，除了这个妈祖出现以外，这看起来不是讲正讲历史的物件，嘛是讲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嘛。我认为讲这规个咱讲妈祖新炸弹这个流传的故事，重点其实不是真实，有偌济真实性，但都是包含这个流传、这个风声、这个无解正确的物件。
嘛是即个故事的一部分，所以我当初是咧做研究的时候，就咧想讲安尼我放做伙就奇怪，我希望讲甲即个毋是正讲单纯的历史的部分，较接近神话，等咧即个传说，较接近一个故事，野史即款感觉。用成一集切一集来讲，但是后壁补充咱另外一集来讲，较别哩内底我讲会足复杂的，当时有即个想法啦，所以甲切开来。那今日咱就做即个补充，这是我给另外个揪出来，变成一个旁观者，咱来看历史的部分，就是甲即个妈祖神炸弹故事以外，真实的历史的背景的差别。当然啦，对事实的研究嘛有程度的差别啦。比如讲，你若是无共信仰的人，你可能认为讲是上大出入是，那有可能那认真讲起来，这个故事上大。无可能的所在就是妈做出来新炸弹，不是但是那边讲了，大家拢免讲啊，拢免讲故事啊，这部分咱先按下无讲啦，这较特别是说，那主要就是讲伫咧二战期间的这个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时阵历史，因为后来其实有美军空军的这个历史研究部一寡这个档案来解密，或者说解密，就是把这个故事解密，把这过去的不是故事，过去的这个事实，然后当初是一寡机密，我甲解密解密了后，一寡秘密是咱才知影讲，原来当时美军这高架说 B-25J 这个轰炸机，大声是要去嘉义，伊拄开始毋是要为屏东去，这就是后来咱才知影。了无好势，倒嘛毋是安尼讲，是拄好天气无好，嘉义闪过一遍，天气无好了，伊就转往这个屏东潮州，要去潮州经过万丹，伊的目标其实嘛毋是万丹其实是潮州，屏东的潮州走去，因为路过啦，就猛弹猛炸啦，所以算讲是。伊弹即个万丹算讲是顺线，咱应该讲万丹的万惠宫迄个所在，就是迄时阵其实顺线。自然伊就是看到啥物甲即个日军驻军伫咧啥物万丹国小是较无关系。其实伊当时是目标根本就无伫遐。无暗算的所在当然嘛无讲啥物有啥物军机驾驶看到一个查某囡仔飞伫咧天顶接炸弹咧记录内底是无即个物件当时是安尼啦。另外当时因使用即个炸弹咱顶一集有讲伊咧民间流传是差不多500公斤一粒就是半吨重事实上根据记载数字无毋对是500无毋对但是咧单位毋对去其实是500磅迄差真多咧500磅恁那个换算过来差不多是伫咧我227公斤本来是讲500公斤嘛但剩227公斤当然是有较轻啦无毋对但是嘛差不多一半的重量啦因为我要250嘛250即个重量其实227公斤当时伫咧潮州总共投下的即个炸弹的总量有54吨我来想你想看卖一粒是差不多227公斤总共但是伊伫咧敢若潮州下落去的炸弹总重量有54000吨一吨是1000公斤嘛54000公斤因遐担拢转迄落炸弹呢当初是确实是安尼拢要摕带去这咱就无了解后来当有拆除一寡啦有的是崩去嘛大部分其实嘛是崩去啦遐大的量其实当然边仔地区也就是包含万丹一定会受影响就无可能敢若拍伫潮州嘛弹伫潮州周围这所在包含万丹在内当然拢受到打击过来就时间上你也看这个万丹万惠宫伊庙埕有一个纪念碑咱顶一集你出的时阵嘛有做一个图互大家看就找这个纪念碑的图伊顶悬写是早起11点就是这个空袭来的时阵但是你若比对当时的资料照你讲美军的军机飞到万丹这个所在应该是伫咧下晡1点15分至1点27分之间这时间就有的1点15分至1点27分拢已经算得出来或者嘛互大家知影有你讲啦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大家把这个警报的声当作是炸弹倒落来的时间差不多11点
我就已经有进步啊，空袭警报迄个时阵声已经出来啊，但是还未真正来导炸弹，我就知影就开始会先通知啊嘛，我叫大家起来，无可能炸弹已经落来啊，到你通知就袂赴啊。或者甲咱搭迄个地动通知无共款，拢摇好甲甲伊讲地动，但是这袂啦，这会就甲你讲啊，先甲你讲安尼。过来就是迄粒 A 高弹是安怎会变成 A 高弹？咱之前讲因为即个妈祖甲神落来嘛，当然啦，以历史的事实来讲嘛，有一寡研究提出可能的原因，但是这嘛是讲这是一款可能，因为咱人拢无伫现场啦。是，来第一就是伊毋是为空中直直落来。当时美军是采用一款叫做超低空的方式，超低空就是超低空，就是离地面真低的所在，真近的所在，这个方式来迄炸弹。咪敢若像迄个外低，光球用安尼对手。嘛无低甲低，离地差不多外低，差不多30米。你想看嘛？一般来讲，飞行机飞伫天顶是足远的嘛，足远的。但是你30公尺来讲，30米来讲，离咱是足近的哦。你规台飞行机拢看会足清楚的，30公尺尔。你想讲咱走小翼至少嘛走100公尺，连迄个距离拢无够哦。是真正是这样哇，真近啦。无毋对吼，所以讲即个 A 高弹到300公尺远嘛是共款咯，数字可能差不多，但是单位小可无共。小可无共就差足侪起来。嘿啊，就迄个物件单位吼。是，伊真有可能是讲迄个 A 高弹落落来无崩起了，一直高，迄像讲一直四界链对无？链差不多300大尺。公尺甲大尺都无共款咯，你若换算过来差不多是90公尺加一丝啊，无甲100公尺，剩1/3啦，这就这个差别。是安怎会无爆炸咧？当科技是认为讲有可能是当时这个引信的设计引信，就是要爆炸有一个引信，有一条迄个，对，一个引信的设计伫某一寡角度还佫会拄着即个建材材质的关系互伊即个真好运无崩起，甲伊当初是设计有关系，较无遐高崩，但拄着一寡材质无共款，可能袂崩起安尼。当然啦，咱咧规片甲补充落来讲实在，咱若前一集即个妈祖神炸弹的故事，我拢甲补充了顶一集拢免讲啊，对吧？妈祖的故事拢无好听，对吧？咱无法度安尼讲，所以我挑工甲切做2部分，甲切开。顶一集就是好耍趣味传说的版本，包含在地人、当地人的传说，我感觉这拢是即个故事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事实还历史事实，所以无共款的意思两码事啦。无毋对咱即个传说的版本，伊会使用民间流传的讲法，会使真含糊拢无要紧。妈祖毋管伊是要撩伊的魂，还是要撩到但是咱这一集即个补充的这坑较这硬道的历史的研究。无拢甲囥伫共一集，是即个原因听了会得过。是，所以有甲切开来看，这是较咱即集咧拄开始要甲大家补充的，但是拢毋是咱的正题，主要是做顶一集的补充。本来是应该讲妈祖神炸弹的后一礼拜都来甲大家讲即件代志，但是都拄好拄着无法度录音，拄着咱暂时歇困2礼拜使互大家。嘛好听种朋友又困，互大家笑念一下啦，希望大家真正有感觉笑念啦。来讲等下咱的正题当然真正正题要开始来咯。咱今日的正题毋是日本时代。咱是要来到更较早的时间来熟悉一座城的城门甲一个人的关系。城门吃蛋糕，是这个城是什么城呢？就是噶玛兰城。噶玛兰城。人是什么人呢？或者噶玛兰？不是噶玛兰人，不是噶玛兰人是杨定礼、杨廷礼。你若台南腔的羊，这字会念羊，真侪人会听毋对，讲说油毋是说羊，羊其实就是羊，这个互大家了解一下。杨桃的杨是杨定礼、杨廷礼，这是一个真过去真有名一个人。我看咱先为人的故事讲起好，因为城是伫较后壁。
杨定理什么人物咧？什么人？这个人是咧什么大人物咧？当时乾隆12年，也就是西元1747年，真久以前啊，出世伫咧这个做广西。广西没错，那江腔的讲法其实做广西，广西这奇怪，西方世界迄个西嘛，但是因为广这个字伫咧江腔会念广，讲或者广西，广，广不是广。广西就是因为咱讲广东嘛，咱无讲广东嘛，对吧？广东咱讲广东，广东，那一般广西咱就是讲广西，东西南北迄个东西，因为咱平常时较少讲到这个省啦，广西的人来到遮较少，那江腔就念广西，普通来讲广东人。但咱无讲广西人，无讲广西人，因为真少广西来的。讲爱的广东。这个人算讲是敖读册，真敖读册。31岁的时阵接受拔奖，拔奖简单讲就是这个督备干部、储备干部，内底互拣出来的而且佫考起哩。后来佫分发到这个福建省规划官做一个第一官。第一关就是管老爷、管太爷的意思啦。其实这个拔奖咱进前伫咧袂记打一集吧，应该是伫咧我想看卖，可能是这个管哪家小金正头前啊捌提起着这个拔奖的款，应该是念做拔奖，就是贡生、贡生应该念贡啦，应该是贡啦贡生、贡生就是这个。读册人的一个阶级啦，阶级要怎算要怎看这段有兴趣去听原本的故事咱就无讲起啊。主要就是讲伊的拄开始真算讲少年啦，31岁就法度继续考起哩佫做到这个管老爷算袂歹啦，无简单啦。这几年期间其实嘛算讲是这个顺风顺水啦，所以嘛真顺时一直伫升官一站一言一言一阶一阶你一直起哩因为表现得嘛袂歹。伫咧乾隆50年的时阵，就是伊这个差不多39岁的时阵，31岁开始会使去做官，39岁才8年后尔，算讲袂歹啦，做了袂歹。这个皇帝甲升做台湾府南路理番同知，真歹念这个官名。清朝时期真侪官名拢足长的那我用华语念一遍，说台湾府南路理番同知，这个是一个官衔啦。南路理番同知，你看伊这个头衔，头衔就是头衔，是内底有台湾府这个名。你事实上。这就是伊一生当中头一遍真正跟台湾产生关系。都开始伫咧清国做官嘛，后来到台湾这个所在，我嘛算讲自处调派，对调来遮自处嘛，跟台湾结合这个真深的缘分的开头，都开始理番同知这个事，互大家来了解一下。这是清国清帝国清朝可以自1766年开始设置的一个官衔官衔就对啊。大省主要是治理台湾的这个平埔族的原住民，所以叫做理番。当然番这个字啦，咱当时认为讲指原住民，而且是较带有这个歧视啊，就是讲真看轻的一个名词。对。不过伫咧过去中原以外的民族。对因来讲就对中原的人来讲，大部分拢算讲是番啦，只要是其他的族群拢算讲是番啦。这就包含像讲西亚啦、欧洲啦、美洲啦、东南亚啦，对伊来讲拢共款，拢总是番。的意思记一个，比如讲汉字，或者有的所在讲汉族，汉字，关产地伫倒位咧？德山汉字真好食。伊的原产地即个物件拄开始会出现是伫咧即个中南美洲离咱足远伫外大陆中南美洲美国的下骹中南美洲外国啦咱拢讲家己是汉字仔囝但是这嘛真趣味，就是即个汉字的汉就是咱就是番的意思啦共款意思，其
其实是伫中南美洲，也就是讲汉字仔囝听起来其实根本就外国来的，你根本就外地来的，讲外地来，讲家己汉字仔囝，你嘛毋是正讲本土的啊，其实嘛即款的讲法啦，那爱食咸的人，食物件就爱掺即个咸姜啊、辣椒对无？咸姜啊，但讲法真济啦，嘛有人讲番姜啊、咸姜啊，嘛有番仔姜。咸椒啊，辣椒吼，真讲法是有够济啦，拢听有啦。但是你只要共款听到即个番字，你就知影讲，绝对毋是咱遮生产的，伊原本倒遐来共款中南美洲，无错吼。过来番麦怎样吼？番麦包谷。番麦嘛，烘番麦迄个番麦玉米对无？但是台语内底一听就知影，伊个外国来的番嘛。番啊，食即个番啊，毋是讲原住民哦，是讲即个这嘛是共款中南美洲来的吼。讲即个阿多啊，伫食，敢若对因来讲，就敢若咱的麦啊共款，麦子，就是讲因食的麦啊，伊做番麦，就是玉米。所以一听就知影，这大省有诶，就是拢是为，这个是为中美洲来的，拢国外来，国外就对啦，外国来过来。嘿，咱过来记一个咧，比如讲歌戏内底像什么四定山以寒梨花，或者是杨宗保伊莫桂英，内底上爱伫遐即个定情招亲，对南方咧拢会安尼提买，敢若那么，真委屈啦，我嘛是。千万不得已安尼吼，高不离将。讲要骂人是环保，像安尼讲骂吼，其实是讲即个女方毋是中原人士，即个番其实意义是诚济，只要你毋是中原人，伊拢认为你是番，管你是外县来诶，毋管是中南美洲、欧洲啊，什么洲拢共款吼，甚至是西亚来嘛是共款，我拢认为你是番。通称为番。是，所以咱话若佫讲转来吼，佫倒转来讲。你若对即个明朝来讲，清国属于即个女真人、女真人，伊伫咧伊诶即个明朝诶东北边，所以以明朝角度来讲，清国人其实嘛是番，对无？就虽然讲清朝诶时阵，咱清朝是讲别人番，但是伫咧明朝时阵，清国诶清帝国诶人嘛是番。咱大家拢真有兴趣讲人番，无错。所以咱就知影讲。其实即个番字啊，伊是流动变化的，就是简单讲，就是讲，咱是以家己为中心，因为我上伟大，对，其他遐拢是未开化，未开化的，所以就咱就定定讲人是番，就是安尼来的，讲你讲袂出车，你就番的，就是讲拢听无，只要是毋是我即族的拢是番就对啊，我无共国的就对啦。所以即个字番即个字上大的问题。毋是讲咱用即个词是要来称呼原住民，也是外国人。伊上大的问题其实是讲咱无学会晓尊重无共族群的文化，这就是上大的问题。尊重的问题。因为即个番字就简单讲，就是以我为中心，我才是开化的，其他恁的文明拢是无开化。你只要是异族，你拢无开化。你咱家讲人番，毋管咱对原住民，或者是对于咱讲阿多啊外国人，拢共款。甚至是比如包括西亚，其实有真济过去甲中原之间嘛真济互通的人，嘛讲人是番，这样子咧。讲了拢关系。所以我才认为讲，毋通用番这字正讲的原因是讲，咱必须爱去了解这个问题。这个字本身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意义，毋是讲你讲是原住民是番，是你讲像是番的问题。无讲尊重，重点是这字，毋管你摕来形容像，拢无适合。这就互人了解一个。尊重这个，这是尊重的问题，毋是针对任何一个族群的差别，当然你番这个时阵的番字也是这个平埔族啦，当然清国嘛因为家己较中心嘛，所以就是番嘛。讲倒来这个杨定礼本身，台湾府南路里番当地这个南路的意思咧，就是讲伊主要负责的。就是这个台湾南部，南路就是南部的意思啦。南路的原住民甲汉人之间的问题，另外咧，伊嘛要负责海防，是海防、海巡因为定定有海贼来围捕啦，是注意啦，是，所以伊还有一个正式的专名，咱讲毋是完全的专名，专名叫做台湾府海防兼南路里番当地，伊官名就长，伊个简称叫做台防当地，
安尼较短啊。台湾的即个海防的东堤或者台防东堤，多一个堤咧？堤就是知影迄个知，知晓堤就是东堤，就是讲毋是讲伊是只堤啦，毋是迄个堤堤就是知晓的堤。知晓的知，是知道的知。总共一句就是山嘛爱伊管，海嘛爱伊管。山海就拢迄落包歪呀。管春娇大汉无人带，管志明要困无人甲陪。当管囡仔拢找无因阿爸，管弟仔甲李仔煞逐工伫相拍，啥物拢爱因管。伤忝嘛咯。无错，所以就是真侪代志爱管啊。平常时的代志都已经夭寿济啊。乾隆51年的时阵来到了台湾，以后都还未坐小，就拄到一件惊天动地大代志啊。什么代志？对台湾在地故事，恁若小可有认识、有了解的人，可能拢会晓到，就是乾隆51年，也就是台湾3大民变之一林爽文事件发生的迄一年。是，当然以后若有机会，咱嘛会来讲到这个林爽文，伊其实对宜兰嘛有间接造成一寡影响，不过咧，因为咱的这个主题无伫咧林爽文本身，暂且咱就先跳过人过啦。简单讲，因为这个伊伫咧林爽文事件当中，算讲是对清国来讲有平定有功，到三港平定这个问题，后来正式升到这个台湾府知府。做知府算讲当时台湾应该算上大的啦，什么拢爱管嘛。嘛，这个甲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讲，咱定定讲台南是府城，对无？这个府城就是我拄则讲的台湾府，毋是台南府。台湾府不是台南府，再注意一下，不一样哦。是，这无啥共款一直到了这个光绪13年，就是西元1887年，甲原本的府城再改成台南府，甲这个过去内底还有一个，伊附近边还有一个，就是台安平，原本叫做台湾县台湾县，这大台湾县甲改名改做安平县。就是大概也是咱目前台南安平迄个所在啦。佮甲划入去台南府内底，佮甲即个台湾府的府地，就是统治的中心，先甲即个彰化一部分中心划做台湾县，就是原本伫台南的台湾县，甲提调改名做平安县、安平县安平县佮甲台南府合做伙，甲原本的台湾府甲台湾县刷去彰化这个所在，伊刷来刷去改过就对啊。敢若真乱啊呢。所以台湾府嘛是捌做伙刷过去当时做伙刷过去，改来改去啦。那咱时间先倒退一下来讲，这个乾隆50年的代志。这个杨定礼升做理藩当地，自此就甲台湾结下这个愈来愈亲的关系。当时伫咧林爽文事件结束了后咧，伊佫升起来，咱当讲做台湾府的知府。佫较大，佫升官。就是台湾算讲当时足大的官那佫派这个迄个时阵的淡水当地。叫做徐梦麟，徐梦麟，徐梦麟要进入后山，后山什么所在咧？后山伊早都讲花莲，未到花莲，迄个时阵伫咧清国，尤其乾隆年间后山就是宜兰，因为咧搬过山才来到宜兰这个所在。也就是柑仔兰啦，要叫这个徐梦麟，也就是淡水当地来搜查，要搜查什么物件咧？就是惊讲林爽文事件平定了，伊一寡共党会走来遮秘伫咧这个所在，要掠人，惊讲伊后壁秘伫这个所在，所以就叫伊就派这个徐梦麟来遮来找就对啊。当时徐梦麟甲杨定礼讲知府你放心啦，若要进入这个柑仔兰，一定要经过三条岭。若三条岭这个所在有一群人伫遐开垦啦，带头的人叫做吴沙。大家当然知影叫做开兰第一人。吴沙算讲甲朝廷关系也袂歹，那袂乌白来，有因党伫咧三条岭这个所在，林爽文的残党，就是伊村的这个人，无遐简单会使走到这个柑仔兰这个所在。无多几摆啦。是，而且柑仔兰人胆嘛无规划到咱的大清国，因为迄阵咱都之前捌讲过，迄阵东半部拢也无划入去。这个清帝国、清国的版图来底，拢甲伊无关系，所以你若为这个
目前的台北行到了宜兰就算出国啊，迄时可能还好笑，就是安尼出国啊，所以因若真是要走去这个柑仔兰迄是剩办死的，你无代表是去到人嘛给你抬头，会相拍嘛。其实迄当时这个启蒙林还有对杨定理讲柑仔兰这个所在其实土壤拢可以土壤就是土壤啦，真肥土地个空旷，地真宽柑仔兰人的整体来讲，整个来讲个性无讲遐歹，有的族群较歹，性相对是较好。那五沙敢若嘛对这个柑仔兰这个所在嘛真有兴趣之前可能甲伊开讲讲到过，伊嘛你算讲是会当真有信用的人，无规矩就请调定咱甲这个柑仔兰收入版图，设官府来治理来经营这个所在啦。讲到这这个五沙是不是讲真是像伊讲的安尼？凡说有一天我来讲五沙的故事啦，咱这到时阵来讲，暂时咱就先以这个启蒙林的讲法来认同伊安尼。因为你想讲嘛好咧，既然安尼嘛，敢若听起来袂歹，伊就上报调停，后来伊就收到这个调停的答复啊，答复讲啥咧？调停讲经费无出，请系盖我空调翻混。咱听无对无要紧白话讲意思就是讲政府无想要出钱啦，而且远到要死，远到要死啊！安尼我派人去遐甲番仔相谈要创啥？我只用番仔是模仿当时政府的心态，请大家见谅，我毋是你讲任何一个族群的意思，就是讲伊的心态就是这个感觉。所以这件代志就安尼不了了之啊，不了了之。因为反正我们不想要开钱伊遐嘛主要嘛无什么汉人伫，我们有需要管理这个所在反正就是伊做伊啦，我不想要开这个钱去做这个代志，莫叫我搁开钱啦。是无毋对，但是咧，这个一直到乾隆60年，也就是1795年的时阵，杨定理这个时阵已经来台湾10年啊。嘛时间真紧，时间咻一下就过去啊！这时阵呢，所来发生一件对伊真不利的代志。原来是这个福州府的知府，叫做真歹定吉，这华语叫做邓廷吉，朝廷的廷，专辑的辑，迄个姓丁是邓安宁的邓，定吉都甲加伊一喙啦。讲当年迄个杨定理个少年的时阵，伫我福州遮做一个知官啊，咱讲知官就是官老爷，差不多迄个大细，迄个官位的时阵呢，笑目无清。有贪污的嫌疑，有歪高钱，就是讲伊有歪高钱啦。简单讲就是安尼，互夹一喙。隔年因为乾隆皇帝就退位啊，乾隆做到60年，换这个嘉庆皇帝来即位做皇帝，所以就是1796年嘉庆元年的时阵，调停就宣判，甲杨定理变去一个远的所在。伊早拢免安尼掠证据啊。伊就只要无清无楚就会使啊，调停要信无爱信的问题尔。伊嘛无甲判甲足重，但是嘛有一寡影响啦伊甲判伊甲变去一个所在去遐做一个小小的官，比赛大的官，安尼讲，都远的所在。对，这个所在叫做伊犁，华语叫做伊犁。伊犁伫咧倒位咧？伊伫咧即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中国这个上济集中营的所在。因为阮即马唱一首歌，就是嫁到伊犁可可托海，所以你知影伊犁我不知道在哪里。伊犁就是在这个新疆新疆而且是新疆的边啊。你想看卖离台湾有偌远？不要讲了。这袂晓讲的远。对。被贬到伊犁的这个杨定理，要安怎才有法度搁转来到台湾咧？伊甲台湾的关系真亲，毋是安尼一概念。那太遥远了。你若地图甲边开来看，真正是要伤远那伫咧伊犁开台湾，往到伊犁的同时，宜兰或者讲柑仔兰嘛
当要产生即个惊人的变化。既然发生什么大代志，无要将即个甘仔兰纳入版图的清国政府，最后为什么会起即个甘仔兰城？因为到尾咱知影讲起甘仔兰城嘛，拄开始一开头我就讲，咱要讲的故事甲甘仔兰城，还甲即个杨定礼即个人有诚大关系。嘿，甘仔兰城咧又搁甲杨定礼有啥物款的关系？甚至讲即马宜兰即个湿地纪念馆设置纪念馆嘛，是一个观光景点吼。内底有即个三大楼，即个雕刻吼，雕枪雕刻上吼。即个正中位就是即个杨定礼，又搁是为虾米？即咱拄仔讲一直讲故事即个人，嘿，陆续发展，因为咱头前爱解说伤侪物件吼，所以咱就后一集继续听落去。好咯。若大家对即集咧有啥物款的想法吼？讲听了无够，迄无法度啦，因为咱头前有真侪物件爱补充，而且嘛拄恢复吼，咱做防止的即个脑虽然听起来只18啦，但是嘛是拄恢复，咱嘛。隔2礼拜头一届录音所以咱就一届卖伤长，惊大家听了嘛忝脑嘛记载袂牢所以咱就讲到遮大家知影讲即个杨定礼被编到即个伊犁就是新疆的上边的所在其实若照宜兰腔会念做新疆我嘛捌听过即个疆界新疆啦，是新疆咱有时有经过就感觉有那个亲切感同款，像你讲故事，我迄日就去5街去看迄个虎爷永安宫，嘿，是有听过，咱有去。你有去看迄个虎爷无伫迄个所在无？有啊，有一个虎爷路，当然有一个路啊。是，虎爷所无去啊。但是因为因讲问迄小姐讲。本来就无其实毋是本来就无是因为伤古早，你爱问当地足老的老伙仔人，咱讲基诺迄个老伙仔人，无啦，若有听过你搁去迄个所在，迄个感受，迄个感想确实无共款对无？看一个路伫遐，较早就一个路伫遐。你即摆你甲我讲这伊犁就是阮拄要唱，伊唱一个国语歌是迄个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这名才长嘿对蛮好听的结果就是听说他们说你家到了伊犁，说我听到这个伊犁安尼就知影讲是足远的意思对，那是大陆的嘛，对中国的一个所在目前属于新疆的所在所以你碰巧的同样有这个名词时你就切一条讲我拄仔有经过，对故事会互你的生活其实愈来愈好增加精彩啦，互你接触无共款的物件，无共款的感受就是安尼。大家若听了这集的内容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留言互我。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 啦、Spotify 啦、Mixerbox 嘛，希望会使留下5粒星的分数，互阮一寡鼓励。Facebook 啦、Instagram 嘛会使查出亚特聊聊天，会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嘛有真侪趣味的物件，我会写伫顶悬因为节目录制毕竟有伊的长度，我真歹讲，真歹讲，做较长因为嘛脑会忝对啦，写歌嘛真忝所以爱搁加爱搁创啥，各方面的时间上的多是所以若大家有兴趣想要知影更较侪补充内容啦，更较侪趣味的物件，我嘛拢会写伫Instagram 甲 Facebook 顶悬会使去找看觅。咱今日就先到这咯，拜拜，拜拜。我要甲你讲我爱按久无读书了是我很久不读册你摕迄本书从心上大家心可以我叫阿聪毋知无礼貌无？袂啦，阿聪啦我足无简单，我其实嘛爱甲伊感谢，嘛爱感谢摕迄本书，你知吗？我几十年要讲几十年，足久毋捌看一本书我以早我会去看小说，喜欢看爱情小说啦少女梦幻情节啦穿越时空的啦那都很喜欢看，但是尾仔就无看为着这本书，你知无？你想我看完未？你看了夭寿用讲夭寿我拍拼咧，而且我头到尾佫拢甲伊
我有甲伊做记号哦，你知影无？我甲利用拄啊即个休困的时间，袂当出关咯。我23号全部给他看光光，扛少啊，就对啊。毋是脱光光带出场，看光光。伊有一个吼，我感觉真疑问的，就是吼，迄写青秋。咱秋青，咱毋捌即个台语，咱毋捌安尼讲咧。伊那讲秋青，秋天的秋两点水一个清洁的青色的青。伊迄是讲秋天凉爽艺术。毋过咱敢若毋捌安尼讲咧。每一个所在其实有每一个所在定用的词汇小可无共款。比如讲。你若伫网络顶悬接触久啊，你嘛会看到有一寡人会讲咱定讲虽然但是有诶人讲虽妄妄人的妄，虽妄的比如讲什么意思？比如讲咱讲菜脯囡仔妄加咸，迄个妄，虽妄甲虽然，妄加咸，虽妄甲虽然是共款意思。虽然，是，但是咱定讲即个人虽然是讲无介落，但是跳足悬比如讲安尼凊彩讲，凊彩比咧，但是伊就袂有诶所在就毋是安尼讲。对，伊有几落诶所在，我是感觉嘛真特殊。像你捌有讲招标，咱才会讲招烧肉，是像招标，咱才都从来毋安尼讲。所以这甲开业有关系，甲开业有关系。真好闲，好闲，其实依然嘛无人安尼讲。我从来老岁人喙来，我嘛捌听过。所以就是因安尼讲啊。这确实是每一个所在无共款的无共款的地方啦。所以你伫看时阵嘛，会发现讲，这个事我都从来毋捌听过，毋捌看过，有可能。我看完了的心得是讲，恁两个有一煞相共所在，南北藏啦。你拄啊甲伊点到边？家己人应该是南部藏为主啦，我想。对嘿，阿聪诶某是家人去，一定爱北部藏，甲咱共款食，嘛真趣味啦。即个阿聪啊吼，不多过真济。人当最近伫健身啊，当伫减肥当中。真诶哦，安尼你加油者哦，安尼佫较缘投哦。好，咱就到这为止咯。好，OK，拜拜。